42歲嘅前港姐關依彤近日正式官宣結束14年嘅婚姻，消息一出，隨即引嚟關注。佢喺貼文中表示，同先生已經離婚，但佢哋仍然係一世嘅親人，會好好愛佢哋嘅小朋友。但估唔到呢則貼文竟然引嚟一班網民嘅刻薄留言，有人毫不客氣咁話：真心想知邊個傳媒會關注你。仲有網民留言：乜水啊？面對質疑，關依彤多次用同一句話回應：唔知就唔使留言，態度堅決。後嚟被宣文持續追擊，關依彤索性直接反擊話：你唔知我係邊個咪唔好睇咯，又要睇又要問，咁好奇自己去揾下啦。佢仲直言呢個平台係自己嘅，唔中意就 block 或者 skip， 仲話我同你又唔係 friend， 唔知就咪留言喺我度。可能好多人對關依彤都陌生，佢2002年參加港姐入行，雖然落選，但就被 TVB力捧為翡翠12星之一。而入行之後，佢出演過《大冬瓜》、《學警追擊》等多套劇集，直到2011年同台灣演員結婚，第2年為咗照顧家庭就全面淡出娛樂圈。雖然期間曾經偶爾復出，但亦都早已經不復當年勇。